誕節都咁熱㗎。聖誕假期陽光充沛，有乜理由咁熱㗎？最高氣溫達28度，預料未來幾日仍然相當和暖。要包得大啲靚啲。你哋咁樣咪用好多紙？今次我實快啲啊！哥哥你又偷步。等埋一齊搭 lift 啦，可以慳啲電啊嘛。講極都唔聽嘅。爺爺唔等你咯，你等下一部 lift 啦。好熱啊！開冷氣先。都唔係好熱啫，唔開冷氣，享受下自然風咪仲好。好熱啊！校低啲溫度先。唔使啩？咁至夠舒服啊嘛！哦，哦，天樂、海欣，準備食飯啦！好嘢，有火雞食啊！你哋慢慢食啦。爺爺啊，你細個中唔中意食火雞㗎？爺爺細個邊有火雞食噶？嗰陣時啊，有個蛋糕仔已經好犀利噶啦。最記得有一年聖誕節前夕，嗰陣我大概10歲左右啦。我半夜起身，點知俾我見到聖誕老人啊！聖誕老人仲送咗份大禮物俾我添，我好中意噶。咁係咩嚟㗎？秘密，唔話你哋知。唔好瞓啦，醒下啦，起身啦！你話會唔會真係有聖誕老人呢？有啩，爺爺話有㗎。哥哥，佢嚟啦！咦，都唔似嘅。乜聖誕老人唔係着紅色大褸嘅咩？又係喎。小朋友，我係聖誕老人啊！你都唔似聖誕老人㗎。我真係聖誕老人嚟噶。慘啊！爺爺！我真係聖誕老人啊！點解間間屋嘅人都當我係賊㗎？放開我兩個孫啊！明仔，你唔記得我啦？明仔，你係唔認得我啊？咁冇辦法啦！唔使驚，你聖誕老人係你啊！聖誕老人啊，做咩你頭先着成咁啊？啲細路梗係唔認得你啦！唉，我都唔想噶。而家天氣咁熱，着住呢套衫四圍去，真係會熱到成身汗噶。你咪住喺冰天雪地嘅地方嘅咩？嗰度都熱。唉，你哋有所不知啦，而家冰川都融緊啊！唔係啩？真噶，我嚟香港嘅路上見到成個地球都越嚟越熱。等我話俾你知啦，Music。有所不知，今天地球熱燙手，獨個在眼淚流，雪地變小，似活不了太久。提提大家，冰川融化，進流入海能好可怕，就連動土都開始轉化，再變吧。水位上升，海
海正膨脹，從前綠島如今水鄉，住人立土，今天怎麼會變了樣？大家身處這一地球，在發燒，汗已聚滿額頭，你若放手，確實撐不了太久。何來幻覺？不見湖泊，荷塘盡乾，難可耕作。田園綠野都轉得乾涸，像閉幕。地球大哥，感覺難過，仍然在笑，何況出錯？你無謂躲，可將功補過，別再拖，別再拖。點解會越嚟越熱嘅？係啦，開冷氣都唔夠涼啊！仲開冷氣？如果開少啲冷氣，就可以令地球冇咁熱啦。冇錯啦，因為電廠燒煤同埋石油發電，同埋好多其他人類活動，例如揸車啦，用機器製造各種商品，堆填垃圾，會產生好多二氧化碳同其他溫室氣體。本來植物可以吸收啲二氧化碳，不過啲人砍伐樹木去起樓、造紙同做家私，仲燒毀啲森林，令到越嚟越少樹可以去吸二氧化碳。溫室氣體喺大氣層中就好似一張被咁冚住地球，阻礙地球嘅熱力散出去太空，呢個就叫做溫室效應啦。溫室氣體越嚟越多，地球就會越嚟越熱，令到全球暖化。咁所以天氣就越嚟越熱？係啊，唔單止咁啊，全球暖化會令到陸地上嘅冰川融化流入海中，令全球水位上升，天氣亦變得越嚟越反常，咁樣係會影響到人類同動植物嘅生活，甚至令到某啲生物絕種噶。咁佢哋咪好慘咯！咁全球暖化對香港又有咩影響啊？香港係地球嘅一部分，當然亦都會受到影響啦。咁樣即係點啊？等我講俾你哋聽啦。我細個嗰陣時，聖誕節通常都好凍噶，今日竟然有成28度。喺呢幾十年，香港嘅氣候真係慢慢咁改變咗噶。因為全球暖化同埋城市化，對比起100年前，香港嘅平均氣溫大概上升咗1.2度。預計由而家到呢個世紀末，即係2100年，氣溫仲會上升多3-4度。未來酷熱天氣嘅日子會越嚟越多噶。再係咁落去，香港會唔會冇咗冬天噶？會噶。未來每年嘅雨量變化會大咗，有啲年份會落好多雨，暴雨多咗；有啲年份會落好少雨，出現乾旱情況。唔講你唔知，其實過去嗰50年，香港嘅海平面都上升咗0.12米噶。0.12米都唔夠半尺，好少啫。唔係啊，打風嘅時候會有風暴潮，水位會比平時高1-2米，沿岸有啲低嘅地方會水浸，海平面高咗，打風引起水浸嘅機會就更大啦。只不過香港嘅基建做得好，所以仲未見到大影響咋。係咁，地球仲可唔可以好返㗎？得，只要我哋節約能源。例如冇需要就唔好開冷氣，如果一定要開，唔好開到咁凍。出街嘅時候記得熄燈同熄冷氣咁啦。仲有啊，盡量用公共交通工具，或者跟我行多啲路，既健康又慳到資源。咁都好喎，我行路就最快嘅。
用少啲紙啦，就可以斬少啲樹木，有時間可以種啲樹木植物，吸走多啲二氧化碳。總之記住節約能源，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用少啲電同埋紙，咁先得㗎。應該唔係好難啫。人人都咁做，地球就有救咯。我哋都要救地球。真係乖啊！咁好啦，你哋想要咩禮物，等我包起佢啦。唔使啦，慳翻張包裝紙啊嘛。